12月10號，禮拜三。馬太福音11章2至6節，約翰在監獄裏聽見耶穌所做的事，就派他的門徒去問耶穌：將要來的那位就是你嗎？還是我們要等候另一位呢？耶穌回答他們：你們去，把所聽見、所看見的告訴約翰，就是盲人看見，瘸子行走，麻風病人得潔淨，聾子聽見，死人復活，窮人聽到福音。凡不因我跌倒的，有福了。默想主題：基督的福音。默想內容：施洗約翰亦都曾經對耶穌嘅身份表示疑問。你最近有冇感到軟弱或者信心不足呢？將你嘅需要坦誠咁樣話俾耶穌聽。喺馬太福音11章5節裏邊，耶穌講到佢嘅工作。福音喺唔同嘅人生命當中彰顯，當中有冇你自己或者你認識嘅人嘅影子呢？今日默想結束嘅時候，讓我哋再一次安頓自己，就剛才喺默想中所思所想，同主所談及嘅一切。而家上主呼喚你嘅名字，問你要什麼？你會點樣回應呢？將一個嘅回應配以你對主嘅稱呼，成為一個簡短嘅禱詞。吸氣嘅時候，可以呼喚你對主嘅稱呼；呼氣嘅時候，去談及你嘅回應。如果你冇任何想起嘅禱詞，可以參考以下嘅內容。吸氣嘅時候，呼喚耶穌基督；呼氣嘅時候，堅固我。慢慢順住呼吸，重複輕聲誦念你嘅禱詞，直到你聽到提示嘅鐘聲。